死我了！奶奶，要不你先回去休息，明天再说，好不好？没想到这个顾西城这么在意苏元熙，还要浪费这么多时间。不如把心思花在老太太身上，也许这样比较容易一点。傻瓜，为什么要跑到那种地方去？今天还好是我及时赶到，要是下次你不在我身边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呢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喜欢浇花吗？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妈妈留给我唯一的印象，就是她浇花的身影。那个时候我们家里种了很多的花，我妈妈每天都会把所有的花浇一遍。但是突然有一天，一次车祸夺走了我爸爸妈妈的生命。当时我特别恨自己，我恨自己太渺小，没有能力保护。